语真连长，愈讲愈连长。大家好，坤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杰。这几年吼，台湾人吼有一只动物，愈甲这个心吼顶悬下骹，顶悬下骹，顶悬下骹，起起落落。嘿，这个动物吼，狒狒，伊伫咧桃园的市区，伫遐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大家人就要讲吼，这只狒狒吼，到底吼，伊是为地走出来？这只狒狒伊的形状吼，其实出现伫足侪所在，亲像伫咧迄个护工基地，台铁迄护工基地遐。最近吼，咱农业局嘛是用出动这种无人机咧追踪这只狒狒，对。毋过对咱来讲，重点咱是咧要来学讲吼，这只狒狒伊的台语要安怎讲？其实你若要知影答案吼，你就去找台语顶悬，你也拍狒狒，伊就甲你讲答案嘛。人形。人形，嘿，毋过吼，狒狒为什么叫做人形？这就是有故事的啊，就是伫咧迄个一个 blog 叫做苗碧吧单人文内底，伊就讲到伫咧1903年的时阵，迄时阵日本拄好伫咧举办第5届的矿业博览会，咱嘉义的吴道元医师啊，伊迄个时阵拄好去日本，甲朋友伫咧遐佚佗，伊就顺续去设这个博览会，伫咧这博览会内底，伊就有写这种动物园，转来台湾了后咧，伊就甲伊的游览经验写做一个文章，投去迄个台南府城教会报遐。其中这个文章内底有一段伊是安尼写的吼：第16号立动物园内面有山禽、野兽、酷鱼、虎、白、狮、象、骆驼、狐狸、狗形、人形、猩猩、白虎、孔雀。天鸡鸟，逐项讲袂真。你看伊讲的人形，就是咱即摆讲的狒狒。狒狒对无？毋过人形这个词，其实伊是较早时阵有出现伫咧历史顶的《本草纲目》内底哦。毋过伫咧内底伊写的人形吼，是较我一款传说中的生物。伊的形体亲像人，看到人吼会安尼笑。咱的吴道元医师，伊就看到这个词，伊就摕来用。即摆咱知影这个过程啊，我嘛甲这个人形这个词吼摕来讲狒狒。就像咧，咱摕出来讲课的讲，长颈鹿台语要安怎讲？长颈鹿的台语就是麒麟鹿，迄就是甲古早迄种行为、迄种形象有无？嘿，甲摕来照用。毋过吼，咱讲的人形，就定定含一寡灵长目的动物，毋知要安怎分？对，就最款。系啊，譬如讲吼，猩猩就是猩猩，红毛猩猩就是红毛猩猩，黑猩猩就是乌猩猩。咱定定讲的。猕猴，咱就会当讲猕猴。台湾猕猴要安怎讲？台湾猕猴。咱会当直接简单讲吼，台湾猴，还有台湾高山啊，还有另外一种猴叫做金丝猴。金丝猴看起来吼，伊就摸看起来是淡薄红红迄款血。咱讲到这猴字吼，其实有足侪事吼，伊嘛是用猴做结尾。毋过亲像讲，咱讲到人形，咱袂想到狒狒啊。有一款猴吼，虽然讲伊是猴，毋过伊其实毋是真正的猴，亲像斗猴，就是咱定定咧讲的蟋蟀；草猴，就是咱讲的螳螂。除了讲这个猴以外咧，佫有人嘛会使用猴来讲哦。毋过拢是较歹的，就是较歹听就对啊啦。亲像讲吼，咱一寡时段吼，每位迄无咧做代志的囡仔，两个讲吼，这囡仔吼毋正猴。你毋正猴？对，你毋正猴。若亲像吼，咱咧讲一个人吼，伊孤身无某无囝，咱就会讲伊是吼无某无猴。亲像我细汉的时阵，较爱耍嘛，较皮。阮妈就会定来讲吼，你是搁咧钓狗啊？亲像阮小弟啦，少瘦的，敢若得哥咧。我就讲你食瘦狗，你毋是，你是有目屎的人。你有头看我吼？无，你定定拢穿迄吊带，怪人甲你偷看。所以吼，其实讲到这动物的名吼，咱有足侪拢会当用伫咱平常时啊咧讲话一寡字词当中。像咧咱最近拄好看到这狒狒鸡仔头顶悬伫遐咧坐来坐去，坐鸡安尼，因为新闻的意外，互台语这个词摕出来互做讨论，我感觉真有意义。后回这时间继续看台语今天灯咯，拜拜。